虎狼叢中也立身。公稿人印生法師。釋迦牟尼佛喺大乘經裏面講過好多，末法時期眾生修學最殊勝嘅法門就係念佛法門。上海下賢老和尚一生就係以念佛法門為主，直至明心見性。我喺呢度只係講佢嘅幾個公案。老和尚喺20年前幫黃德旺居士避免咗一場大災難。當時黃居士喺來佛寺探望老和尚，老和尚留佢喺寺院住咗一晚。佢話咧唔住得呢度，因為要翻屋企送個侄去當兵。老和尚就話啦，佢又唔係細路仔，又唔會走失，你做咩一定要去送佢呢？夾硬攔住黃居士唔俾佢走。呢次係佢老人家一生唯一一次阻攔人哋。原來同柏縣發生咗一個殺人案，呢個殺人犯同黃德旺居士係認識嘅，就走到佢屋企匿埋咗。見黃居士唔喺度咧，就轉到去支部書記嘅屋企啦。第二日，公安局捉到殺人犯，支部書記作為窩藏犯都被捉起嚟，罰咗8000蚊，坐咗1年監啊！如果黃居士喺屋企，後果就可想而知啦。仲有一次呢，就老和尚救狼嘅故事。20幾年前，我喺山上種香菇，有一日老和尚就去睇我，手裏面呢就拎住一嚿山蜂蜜。我問佢喺邊度得到嘅蜂蜜啊？老和尚於是親口對我講，佢去謝家河辦事，經過紅潭溝嘅時候呢，喺懸崖峭壁上面嘅羊腸小道遇到一隻大狼啊！老和尚深知因果，所以亦冇躲避，當然亦都無處躲避，口中只顧念佛，心諗如果係欠命就應該還命，將我食咗就算啦。點知道呢？呢隻狼走到老和尚腳前，咬住佢嘅褲腳，將佢拉到山洞裏面嘅狼竇旁邊。老和尚一睇，原來係一隻母狼因為難產瞓咗喺度死咗。佢於是就合埋眼睛，自心念誦南無阿彌陀佛聖號。10幾分鐘之後呢，母狼醒咗，生咗一竇狼仔啊！公狼就對老和尚點頭彎腰，叩頭感謝。老和尚開示講，你要少啲做惡事，多啲做善事，以後唔好再嚟畜生道啦，成就佛道幾好啊！第二日，老和尚從謝家河翻嚟嘅時候，又行到嗰個地方，發現嗰隻公狼就喺嗰度等佢。公狼攔住老和尚，從草叢裏面擔出咗一嚿山蜂蜜，放到老和尚面前，又點頭彎腰咁樣。呢個係老和尚當年喺我嘅香菇棚裏面同我講嘅。老和尚話：人生啊，你睇下，連野生動物都知道報恩啊！我當時聽咗就好激動，好震撼。我仲同老和尚開玩笑講：師父啊，你老人家係一個男人，冇諗到呢一次呢，仲做咗接生婆喎。老和尚就哈哈咁笑起嚟啦。有一年春節，老和尚喺塔院寺過年。喺大年初一嘅朝早，
天上正落緊鵝毛大雪。黃德旺居士接到印雲法師同印空法師嘅電話，話老和尚唔見咗。我同黃居士即刻從清泉寺開車趕到塔院寺，因為雪太大啦，人行過之後呢，馬上就睇唔到腳印，所以根本冇辦法判斷老和尚係行咗去邊個方向。我哋漫無目的咁揾咗好長時間，冇發現到一啲痕跡，急到我哋對住山頭大聲嗌，驚住老和尚有啲乜嘢意外。正在我哋不知所措嘅時候，發現山頂呢好似有一個人影呢喺度向山下移動喎。我哋都話呢個唔可能係老和尚，因為風雪太大啦。就算係年青人啊，都唔敢輕易走上去山頂，何況係百幾歲嘅老人呢？我哋一邊議論，一邊專注咁凝望住嗰個人影。過咗陣間，終於睇清楚啦，老和尚膊頭呢擔咗有碗口咁粗嘅一棵枯樹，慢慢咁樣由遠而近。我哋一齊湧上去，將老和尚膊頭上嘅樹接咗過嚟。老和尚笑哈哈咁對我哋講：我哋去透火取暖，將我哋搞到哭笑不得。老和尚喺塔院寺常住嘅時候，曾經救翻一條受傷嘅小蛇，後來小蛇傷好翻，仲住喺寺院嗰度，時間耐咗呢，佢越嚟越粗壯，竟然呢生到3米幾長啊，好似細碗口咁粗嘅一條蟒蛇。蟒蛇嘅食量越嚟越大，老和尚話：我養唔起你啦，你自己呢入山裏面生活啦。但係要記住，千祈唔好無故傷害人同其他動物，要多念佛，早日離開畜生道啊！蟒蛇聽咗之後，就離開寺院，潛入深山裏面。從此之後呢，大約每隔1年左右，就會翻到塔院寺探望老和尚，喺寺院住一陣，又再離開。黃德旺居士亦見過呢條蟒蛇好多次。有一次，老和尚唔喺寺院，一個懷孕嘅女眾呢去到寺院，佢睇到山門虛掩住，就推門準備入去，估唔到推開門呢，竟然睇到條大蟒蛇喎，當時就嚇到暈咗啦。一直等到老和尚翻嚟，先至將佢救翻醒。老和尚狠狠咁樣批評咗蟒蛇，唔准佢再出嚟嚇人。蟒蛇好聽話，以後再到寺院嘅時候，就老老實實咁盤踞喺屋梁上面，再唔會亂咁走啦。一直到老和尚去咗來佛寺之後，呢條蟒蛇先唔會再嚟塔院寺。我認識老和尚比較早，知道佢住塔院寺嘅時候，曾經有好多野獸前去朝拜，但係因為我哋冇真實智慧，見老和尚佢亦唔會講經，成日只係勞動，所以呢就忽視咗。而家睇起上嚟，老和尚不露智慧先係大智慧，不顯神通先係大神通。菩薩唔係邊個人封嘅，唔係我話老和尚係菩薩，佢就係菩薩，亦唔係邊個人講咗就算數。呢個係大眾公認嘅菩薩，所以佢老人家係真菩薩。我聽淨空老法師講經多年，聽佢舉嗰啲念佛往生嘅例子，都係過去嘅舊公案，
尤其係出家人念佛成佛嘅例子呢，更加係只得一個鍋漏醬可講，竟然冇值得特別讚嘆嘅現代僧人。呢啲係我哋出家人嘅恥辱啊！圓公老和尚盡其一生念佛不斷，圓滿咁為淨土法門做咗正傳，令我哋真真切切咁樣睇到咗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所以老法師對我哋圓公老和尚讚嘆，的確係一啲都唔過分嘅。而我哋不但只幸運咁樣遇到聖人，仲有幸做到聖人嘅學生，今生唔成就係無論如何講唔過去嘅。另外有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，有個自稱淨空老法師弟子嘅居士到南洋呢邊嚟講課，因為大眾出於對老法師嘅敬仰，所以對呢位居士呢亦都好追捧。有位記者問佢：供養三寶有咩功德呢？佢話冇三寶，只有兩寶。記者問：係邊兩寶啊？佢話佛寶同埋法寶。記者問：嗰啲光頭穿僧衣嘅係咩人？佢話係流民阿飛。記者問：既然冇僧寶，咁眾生要種福田，應該供養邊個呢？佢話供養有修行嘅居士就得啦。記者問：燒香有咩功德？佢話污染空氣。記者問：念觀音菩薩好唔好？佢話末法時期只有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就可以成就，念觀音菩薩就偏咗啦。我只係喺一次公眾場合講起，我無論如何都唔相信淨空老法師嘅學生就係咁樣嘅水平。佢咁樣講，恐怕唔係太圓滿啩。冇諗到我呢一句說話引起大家好大嘅誤會，好多人認為我係喺度反對淨空老法師，因而對我大加排斥。我哋圓公老和尚一生亦從冇講過如此狂妄嘅說話，非但冇講過，連咁樣嘅語氣都冇出現過。我亦根本唔相信淨空老法師會講咁樣嘅說話，所以我借呢個機會為自己澄清一下，當然亦係為老法師澄清一下。希望大眾多啲聽老法師講經，以求明理，唔好再俾歪理邪說所迷惑。因緣生案，南無阿彌陀佛。聽印生法師講起圓公迎住風雪上山斬樹嘅趣事，令末學諗起老和尚嘅另一件趣事。2010年夏季嘅一日，來佛寺正做緊3時繫念法會，忽然間停電，一啲居士受唔住念佛堂裏面嘅悶熱，就走出去唞涼。見到圓公老和尚膊頭孭住一個工具包，從塔院搬咗張長梯過嚟。只見老和尚將梯靠住牆，然後爬咗上去，攞出工具望咗一陣，果然真係將電路收翻好啦。老和尚搬張梯翻塔院，有居士過嚟幫手，老和尚擺擺手，笑咪咪咁講：你哋繼續念佛啦。我喺農地聽唔到念佛聲，就知道又係電線壞咗啦。印生法師出身名門，佢父親曾經做過北洋政府嘅騎兵團長。
法師出家前係出名嘅中醫師，出家後佢利用銅柏山上出產嘅中草藥，義務為全國各地嘅佛弟子治療疑難雜症，俾大眾譽為救苦救難嘅活觀音。法師唔單止醫術精湛，對於佛理更加係深有悟處。淨空老法師一生行儀，如同印祖當年，專弘淨土，密護諸宗。其心胸之廣大，豈是坐井觀天之輩可妄測哉？如果真係老法師嘅弟子，對唔同宗教尚且會禮敬如佛，於自家兄弟諸中，豈忍同室操歌？為搜集賢公老和尚嘅事跡，活學同印智法師專程去到銅柏山清泉寺，同印生法師以及黃德旺居士進行咗將近4個鐘嘅長談。法師唔單止知見純真，而且和藹慈祥，令人倍感親切。古德有家言曰：有錢者唔講錢，有權者唔講權，老將軍唔講兵，老和尚唔講禪。非常感恩印生法師為我哋講述嘅呢幾則賢公嘅精彩公案。誠如法師所言，賢公不露智慧是大智慧，不顯神通是大神通。五代時期嘅馮道曾寫過一首非常絕妙嘅詩：莫為危時變蒼神，前程往往有其因。須知海岳歸明主，未必乾坤陷吉人。道德幾時曾去世，舟車何處不通津。但使方寸無諸惡，虎狼叢中也立身。詩嘅大意係講，唔好喺遭遇逆境之時就黯然神傷，事情會有點樣嘅結果，一定係有原因嘅。你睇下古今歷史，江山社稷必然係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要相信老天爺唔會辱沒任何一個好人，呢個道德定律係絕對唔會斷滅，唔會錯亂嘅。你如果參透其中嘅道理，自然可以左右逢源，觸目是道。你如果能夠做到心中唔起一絲惡念，即使身處虎穴狼窩，亦能夠立穩腳跟。